2013年，轟動全中國嘅海天盛宴喺三亞開展，展會現場奢華到極致，遊艇、飛機、物業等高端生活配套多到數唔晒。嚟參與展會嘅人全部都係非富即貴，唔少知名藝人都一一現身其中。短短4日嘅活動時間，訂單成交額就衝到幾十億人民幣。一個叫孫靜雅嘅小亂模就喺呢場奢華展會期間，因為吳雅事件爆紅全網。1年之後，孫靜雅突然被差人帶走。原來嗰場盛大展會背後，竟然係一場極度奢靡嘅香艷派對。小亂模藉住呢個機會爬上富豪張床，3日淨袋60萬。爆紅之後，更加憑住自己一人之力發展咗7個埋春團伙。更令人震驚嘅係，呢位小亂模原來以前竟然係個男兒身。2013年4月，第4屆海天盛宴展會喺三亞舉辦。呢場展會一直以多方位奢華生活方式作為主題嚟開展，主要包括遊艇展、商務飛機展、房產展等等。為咗配合展會，主辦方仲會搞大量文藝匯演、娛樂節目之類。而今次嘅展會入邊，主辦方更加請到重量級嘉賓登場，一艘由荷蘭皇家造船廠設計同製造、全長45米、價值3.25億元嘅豪華遊艇。本以為呢度只係一場高端人士之間嘅商業展會，點知私底下竟然在暗地開咗一場極度奢靡嘅香艷派對。2013年4月3號下晝，海天盛宴展會啱啱完咗1日行程。一個網名叫曹思陽嘅網友喺新浪微博發布多張照片，相入邊見到海天盛宴現場一片凌亂，地上散滿晒衛生紙同安全套。佢嘅文案仲透露，三亞海天盛宴涉嫌淫亂，仲講自己有朋友靠培訓3日賺咗60萬。之後佢更加晒出自己同朋友嘅聊天記錄。嗰個朋友講，三亞特別好做，啱啱有活動，人多咗更加好做，有幾個人連續幾日每日都揾我，喺嗰度揾到我嘅都會俾多啲貼士。呢條貼文一出，即刻有網友爆料，話好多明星富豪都有參與，包括翠晶、孫興、楊紫等知名人物。嗰陣時呢條貼文喺網上引爆熱議，好多明星紛紛出嚟澄清，表示自己並冇涉及任何吳雅事件。無奈之後，海天盛宴主辦方委託律師發聲明，要求媒體停止咁樣斷章取義嘅報導。隨即有內部人士表示，呢個網上爆出嘅香艷派對並唔係官方活動內容，而係由一個叫候鳥俱樂部嘅派對組織負責舉辦，唔係所有參加展會嘅人都去咗嗰個私密派對。當然，網友完全唔理主辦方嘅講法，大家最關心嘅都係呢位3日賺60萬嘅女主角係邊個。根據聊天記錄入邊嘅頭像，網友成功揾到女主角叫孫靜雅，係個平面 model。今次海天盛宴展會，佢係受邀嚟做演出嘉賓。演出期間，佢成功獲得幾名富商賞識，一番雲雨之後，更加輕鬆帶走60萬。之後，孫靜雅嘅個人資料俾網民扒到乾乾淨淨，就連以前喺社交平台發咗又刪咗嘅性感相，都全部被翻出。事件爆出後，引起差人高度關注。但係苦於冇實質線索，呢宗聚眾淫亂案只好暫時作罷。不過孫靜雅反而因此名聲大噪，唔少品牌主動揾佢合作。孫靜雅身價亦都水漲船高。然而1年後名聲鼎盛嘅孫靜雅，佢突然被差人帶走。2014年11月8號嗰日，祖莊市公安局網安支隊嘅差人喺網上巡查時，發現一段好奇怪嘅聊天內容。過夜太貴，3000起步。呢啲字眼令警方好快察覺到，背後好可能隱藏住唔正當交易。經過深入調查，一個網名叫彈簧嘅人入咗警方視線。呢個彈簧係祖莊市一名大一學生，雖然啱啱滿18歲，但已經利用微信喺全國範圍內做住介紹埋春嘅勾當。然而喺彈簧某條朋友圈入邊，竟然出現孫靜雅嘅身影。呢條朋友圈大概講，有個姓張嘅男人希望彈簧可以聯絡到孫靜雅，但彈簧表示佢本人並唔識孫靜雅。不過佢發嘅每一張單，孫靜雅都會睇到。呢條朋友圈呢出咗冇耐，彈簧就收到孫靜雅嘅回覆。孫靜雅表示自己價格好高，單次15000。根據彈簧之後嘅供述，對於孫靜雅開出嘅天價，張先生非常開心咁答應咗，講唔夠3句就轉咗17000俾孫靜雅，仲轉咗1000俾彈簧。隨後孫靜雅又轉翻3000俾彈簧。當警方見到孫靜雅呢個名嗰陣，即刻諗起當年轟動一時嘅海天盛宴，
無論之前定係而家，孫靜雅到底有冇涉及賣春行為呢？考慮到孫靜雅疑似有賣春前科，警方隨即圍繞住彈簧同孫靜雅鎖定咗7個賣春團伙。2015年6月5號，專案組39名偵查員分成8路，分別前往北京、天津、廣州、深圳等地，對涉案嘅多名嫌疑人實施拘捕，並且喺南京某間賓館成功緝拿孫靜雅同佢幾名助手。至此，一個利用社交平台從事賣春嘅團伙被祖莊警方徹底摧毀。然而，隨住對犯罪嫌疑人嘅審訊，警方有咗一個令人心驚嘅發現：呢啲涉案人士入邊，好多竟然都係名校畢業，唔止啖，仲有啲甚至係知名企業嘅高層管理人員。更令人震驚嘅係，孫靜雅竟然係呢個行業入邊嘅大佬。喺佢名下嘅幾個團伙入邊，佢仲擔任老闆角色。唔單止啖，佢仲同時兼任外圍女同經紀人2個身份。除此之外，孫靜雅仲有一個男朋友伊先生。呢位伊先生畢業於某電影學院嘅影視表演專業，專門負責幫外圍女做網絡宣傳推廣。孫靜雅落網之後，再次引起網友對海天盛宴嘅激烈討論。但係今次一個更加爆裂嘅消息，再次震碎網民嘅三觀。原來孫靜雅之前竟然係男兒身。有網友話自己朋友係某超跑俱樂部成員，曾經同孫靜雅發生過關係，但上床之後，朋友先發現孫靜雅竟然係男嘅。諗到自己花咗好幾十萬，竟然搞咗個男人，朋友覺得非常丟臉，於係唔敢講出口。直到今次孫靜雅落網先諗住公開佢嘅真相。4日之後，有一位自稱同孫靜雅同期變性嘅 K 女士表示，喺2010年6月初，自己同幾位姊妹去曼谷做手術時，見到孫靜雅。當時孫靜雅赤裸咁躺喺床上做緊擴張療程，目測出院唔夠1星期。之後K 女士先知道佢原來就係偽娘圈入邊相當有名嘅月如意。隨後一位名叫神智經典嘅網友列出孫靜雅嘅4重身份：羅月，身份證顯示性別男；月如意，幾年前百度偽娘貼吧嘅名人；劉蘭雅儀，可樂站視頻主播。咁此時已經完成變性手術，孫靜雅海天盛宴外圍女主角。面對咁多重身份嘅孫靜雅，網友唔禁感嘆，網絡上嘅嘢真係一啲都唔可信。2015年8月22號，記者終於見到曾經被傳得沸沸揚揚嘅孫靜雅。原來孫靜雅原名羅月，性別為男。1988年8月24號出生喺北京市。孫靜雅幼年時父母就已經離異，但2個人都唔願意帶走自己嘅孩子。細個嘅孫靜雅冇辦法，佢冇得揀，佢都同阿牟一齊住，因為樣貌十分清秀。孫靜雅成日俾同齡男孩子恥笑娘娘腔，無奈之下佢唯有選擇同女孩子一齊玩。久而久之，孫靜雅嘅性格越嚟越似個女仔。2007年，孫靜雅開始出入基吧，嗰陣時佢仲係男生打扮。喺基吧，佢坦言自己中意男性，有過2段感情經歷，但係都係以被對方拋棄收場。2008年10月，孫靜雅開始着女裝練藝星，並且喺夜店做駐唱。之後佢發現娛樂圈嘅明星年收入動輒幾百萬，令佢非常眼紅，亦好想試下入娛樂圈分一杯羹。而踏入娛樂圈嘅第一步就係將自己徹底變成真正嘅女人。2010年4月，賺夠錢嘅孫靜雅果斷前往泰國做咗變性手術，成功變成女人之後，靠住自己靚麗嘅外貌，孫靜雅順利應子做平面模特。閒時亦都會參加小型演出同廣告拍攝，但呢啲始終帶唔到人氣。孫靜雅一直冇辦法真真正正踏入娛樂圈，直到2013年4月，孫靜雅混入海天盛宴展會，並且成功俾幾位富商睇中。短短3日，佢就淨賺60萬。然而聽到呢個講法，孫靜雅卻並唔承認自己去過海天盛宴。孫靜雅表示，2013年4月自己的確去過三亞，並且喺海棠灣附近住落咗。但佢話自己只係去旅行，根本冇參加過乜嘢派對。之後就莫名其妙俾人拉入去啲群組，嗰陣時佢仲未搞清楚咩情況，就咁無端端火咗，跟住就開始源源不絕有人聯絡佢。記者問孫靜雅有冇刻意炒作，孫靜雅就話自己唔知乜嘢炒作，亦唔識乜嘢炒作嘅人。咁個時候佢根本未入到呢個圈子。對此網友完全唔買賬，大家都覺得呢個女人好虛偽，直呼佢係外圍女同綠茶婊。仲有熱心網友特登科普，外圍女其實係指當一個人想要踏入演藝圈嘅時候，需要靠自身條件同知名度。
如果成功入到演藝圈或者模特圈，就叫圈內人；如果入唔到，就係外圍圈。而喺外圍圈入邊從事埋春嘅女子就叫外圍女。通常外圍女嘅外貌條件唔算好突出，所以佢哋好多都靠整容提升外形優勢。當查看呢啲外圍女嘅身份證同戶籍相片，經常會發現真人同相片差距極大。至於綠茶婊就好似孫靜雅啖，外表裝到人畜無害，實際生活放蕩，思想拜金，野心極大。後來綠茶婊嘅定義仲延伸到專門破壞情侶關係嘅第三者。大家聽完熱心網友嘅解釋，全部都覺得呢兩個詞非常貼切，亦迅速喺全網爆紅，直到今日都仲好流行。當記者問孫靜雅係點樣發展手下外圍女時，孫靜雅表示喺外圍圈入邊，外圍女唔只要從事埋春，仲要負責介紹同組織埋春，同時提升自己嘅知名度，否則永遠都接觸唔到真正有錢嘅大客。當然，孫靜雅火咗之後，自然唔少女孩揾上門。孫靜雅之後就成立咗公司，佢首先教啲女仔點樣打扮自己，遇到樣貌唔太過關嘅，佢就出錢俾佢哋整容，之後再幫佢哋改一個藝名，再花幾百蚊整一個百科詞條。而呢啲當然唔係免費提供，孫靜雅會從中抽成。記者留意到，孫靜雅嘅百度信息入邊仲有模特、演員、歌手、中國內地女藝人嘅身份詞條。孫靜雅解釋話，呢啲全部都係佢同其他外圍女亂咁編出嚟，目的就係營造小藝人嘅形象，用嚟抬高自己身價。其實佢哋根本冇參加過任何演藝活動，最多只係喺小型展會做過花場模特。此外，記者亦都留意到喺被捕嘅眾多外圍女之中，仲有一個即將大學畢業嘅學生，佢叫尹小蕊。2014年接觸到呢個圈子，喺金錢面前，尹小蕊最終冇忍住誘惑。尹小蕊被捕嗰日，距離佢大學畢業得4日。當日下晝，佢正準備5點半開始嘅服裝展覽。佢成績優秀，設計嘅服裝多次獲獎，老師亦非常欣賞佢。但就喺4點時，警方突然衝入，拘捕咗尹小蕊。就咁樣，本來光明嘅前途俾佢親手毀掉。海天盛筵事件到今日已經過咗12年，孫靜雅同相關人士都已經受到法律制裁。但最令人唏噓嘅係，當中唔乏失足少女，佢哋本來應該擁有美好未來，卻被一時金錢蒙蔽雙眼。而嗰啲所謂大客揮霍巨款，尋歡作樂，更加暴露佢哋內心深處嘅空虛同墮落。佢哋最終都要為自己嘅行為付出代價。今集講到呢度，關於呢宗案件，你有咩睇法？歡迎喺評論區同我哋互動討論。呢度係鍾 Sir 講案，我係鍾 Sir，下集再同大家講。